上亲子融合空间。笑嗨嗨，大嘴瓜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！大家好，哪只优秀？又就嗨！我是乐享亲子融合空间的玉山。大家好，我是盐水老师，无毋对，就是伊个世界芳的盐水。哦，这个芳，为什么？有一个人介，有一个人无介。无毋对，无毋对。明明就是有这人感觉。你敢有介意盐水？无，伊就是吐槽的。今仔日咱要来耍笑嗨嗨大对瓜。今仔日单元名叫做我讲你来摇。1分钟以内，会当摇着上侪条的人就赢哦。输的人要创啥？输的人就是会当得到运动的机会一摆。颔骨仔长长，阿米仔阿米仔的朋友，啥物？我哥。鱼仔啊长长，通常是白色的。吐。猫仔要死。那个拍戏。白球。你的好朋友。来啊！毋对，啊，赞是啥？是啥？你的好朋友。你的好朋友捧个，毋对，毋对，惠德、普德、哪里？拍死。那是啥物桃啊，咱所有的题目拢是为笑嗨嗨玲珑仔内底题库出来的，所以有啊，有即条啊。迄落答案阮两个拢真知影，但是我这中昼食饱啊，假昼搁食物件。下晡咧，你已经手一支啊？人拢讲你啥物头，你足含慢的，你啥物头？一字对。这是咱美人的。我大家拢是卷头，我想讲我明明无即个字，啥物卷？一字啊，讲是卷头。拍，伊有内底会生珍珠，迄啥物一个海鲜，蛤蟆。对。泡啥物物件？喙焦，啊外口大家拢足爱啉啥物茶，红茶。你要缀物件，你着爱用鸟鼠上惊。你终于答对了。迄落一种鸟啊，乌色的。乌啊！人拢讲恁两个咧相对看，敢若袂输啥物两字，一种动物四肢骹。西母蠓。对。就深度的呢，时间到啊！搞。好，恭喜盐水老师，我爱去运动啊。盐水老师会当得到咱的迄落运动的机会一摆。盐水老师先介绍一下咱即摆的新的课程。大家好，我是盐水老师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。即节课就是跳嗨嗨，带落字无好了班。这是一节互囡仔甲大人透过耍、溜、跳歌、佮听故事等等趣味的活动，会使来练习带落、学带落，而且做伙来做料理、学带落的课。那课程中会一直练习，卖互大家一寡任务，会使倒去完成。互大家对带落会当搁较熟悉。欢迎大家做伙来报名参加即个跳嗨嗨带落字母好了班，来赶紧来报名哦！头拄仔游戏耍了啊，我真荣幸会当得到一届运动的机会，足久无运动啊，顺续来宣传2026年跳嗨嗨带落字母好了班，请大家紧来找路跳亲子空间报名咯！开始走啊！赶紧来报名，跳嗨嗨！